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草頻道。初時提醒，如果喜歡嘅話，希望大家點讚、推薦、訂閱我嘅頻道。如果有任何意見，亦歡迎留言分享。多謝支持。今日我要介紹呢款清肝排毒安神4寶粥，係我之前喺網上睇返嚟嘅，食完感覺唔錯，就介紹俾大家，亦順便分享下我點樣揀食材嘅。材料有4樣嘅：綠豆、薏米、百合同紅棗。呢款粥主要係清肝毒，所以綠豆係主角嚟㗎。佢有清熱解毒作用，對人體第一解毒神器。肝臟有清理修復嘅作用。另一款材料薏米祛濕利尿，可以令毒素經腎臟順利排出體外；而百合止咳化痰，潤肺清心，可以幫助睡眠。最後係紅棗，有補血作用，亦都可以平衡綠豆同薏米嘅寒涼，帶動血液流轉，幫助身體運化同埋吸收㗎。喺挑選食材方面，綠豆冇特別，薏米就要揀細粒嘅，白色有香味嘅，唔好揀大粒嘅，同埋有噏味嘅。百合我買咗龍牙百合，顧名思義，佢嘅外形就好似龍牙咁尖長，闊身捲埋嗰啲唔係龍牙，但無論係唔係龍牙都冇所謂。我會揀實色唔透明、微黃冇酸味嘅。太過白同埋有酸味，應該係有硫磺嘅。太過偏啡色係舊貨。至於紅棗，暗紅冇油，肉實嘅為佳。其實所有食物曬乾後顏色都唔會好鮮色，先至係天然。而有啲紅棗用手摸上去有油，係添加咗防腐物質。而紅棗啲肉實係冇問題，肉鬆軟一壓就扁，就唔係咁好啦。大家要細心選擇啊！我準備嘅係4人份量，約大半碗綠豆同薏米，小半碗百合，仲有6粒紅棗。食材洗乾淨，紅棗去核就可以攞去煲，煲到綠豆開花就得㗎啦。呢個時間大約係45分鐘。大功告成，食得啦！我有時會加啲蜜糖當糖水食。我買蜜糖最簡單嘅方法係揀啲表層有好多泡泡嘅。嗰啲係由士森酵母發酵產生嘅氣泡，係代表未加工嘅天然蜂蜜，而且越多泡泡，代表越天然同新鮮。呢個粥好食又健康，有綠豆同紅棗嘅清香，薏米嘅煙韌，百合嘅粉糯，一家大細都啱食㗎。食住碗糖水就諗起細個阿媽煲嘅雜豆糖水，加埋臭草，簡單得嚟又美味。阿媽好俾心機煲㗎，所以喺呢度我要表達下對阿媽嘅謝意，亦都順帶感謝嗰啲喺過去、現在、將來幫助我嘅人。好啦，今集到此為止，多謝收看，拜拜。